安尼出来，我们来介绍今日最后一位分享者，叫做明峰，就是咱的明峰，伊是中国文化大学大几系个地理系双主修。伊今日要来分享讲先怎即几年敢若拢无啥物风台你来台湾，还是伊要来甲人分享即件代志。好，安尼咱甲时间交互明峰。大家好吼，多谢阿东吼，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吴明峰哦，今仔日吼，我是要大家我是要甲大家开发一件代志，就是讲是安怎咱最近即几年来拢无啥物风台要过来咱台湾哦，这咱先进入到这个主题进入，我是要请问大家，风台平常时拢会行为倒一啊去？福建，福建哦，福建哦，哦，安尼哦，日本，日本啊，各有咧，广东，广东啊，各有咧，菲律宾，菲律宾啊，各有无？越南啊，各有咧。我就一粒扫去韩國咋？會啊，韓國嘛是有風台。咦，還有一個所在你攏無講到，咱台灣呐。對啊，咱台灣嘛會啊。迄就通人知啊，就講咯。對講對無？啊，還有浙江嘛會吼。就是對，真濟所在攏會互風台掃掉。要毋過吼，這幾咱先看一般時啊吼，你會看到這 H， 這 H 是啥？這 H 就是副熱帶高氣啊。這若有上過迄個高中地科，還是高中的地理課，若有認真上課的，就會知影講，認真上課的就知影講，這個副熱帶高氣啊，就是會傳染風台，就是伊會在伊的邊啊，安尼掃。伊若是即個副熱帶高氣啊，那迄個高氣啊，若是就是若是愈強，伊即個風台得向西行。若是迄個倒球的時陣吼，即個副熱帶高氣啊倒球的時陣，即個風台得行去北邊去，安尼知影吼？這就是有看到無？即個風台吼，即個莫蘭蒂啊，佮馬勒卡。伊這兩隻風台，還有一個，這是當咧發展的熱帶擾動。熱帶擾動若是發展了有迄個，若是發展了有迄個，發展了有迄個順利，若有順利，伊就發度成做一個好熱帶地氣。伊就成做熱帶性地氣啊。熱帶性地氣啊，若增強，就是成做輕度風台甚至中度風台、中熱風台這就是袂屬於是伊的迄個影的時陣啦，咧做影的時陣啦。這莫蘭蒂馬勒卡就是你看伊的北邊，就是這副熱帶高氣啊。副熱帶高氣啊，你看攏無雲啊，攏無雲伊這個勢力若倒球了後，這莫蘭蒂甲馬勒卡你看伊會安怎行？莫蘭蒂會開始行去北邊去。馬勒卡就是繼續向西行 ，OK，最後伊會行向就是安尼啊，生做安尼，一個去這有掃過台灣南部，尾啊經過金門到中國去，另外一個就是咱像講去掃着這個沖縄這也是迄個烏那國島閣經即閣去了閣行為東北邊去，到掃去日本安尼。OK， 好閣愛咱今仔日個主題，現在最近這幾年吼，咱台灣風台吼，敢是變少啊，對無？咱看這2020年的這個案例，咱就會發現講一件真趣味的代志。這 JASO 就是7月到10月吼。7月到10月的時陣的風台，今年的風台真奇怪吼，敢若一粒風台有互咱的迄個氣象局發布陸上警報，
啊有另外3粒，就是另外3粒风台，就是敢若发布海上警报，啊无发布陆上的就对啊。啊，剩的拢是无发布警报，就是完全就是完全无要挖咱台湾就对啊。这真奇怪吼，现在安尼。哦，这2020年吼，伊迄个时阵电视新闻拢有咧报讲，反正就是因为反性英语。这什么叫做反性英语？这参一般咱所听到这性影现象、反性影现象有啥物款的期待？啊，性影现象甲反性影现象啊，佫是啥物物件？咱大先就爱讲到这个日头是安怎接着咱地球。咱地球吼，迄个自转的时阵，伊毋是迄个，伊毋是迄个，伊会摊出啦，伊会摊出，伊毋是射摊碟的哦，伊是射摊出的。咱应该看着讲，这个日头，这个咱地球的时阵，因为迄个地球的迄个地碟就是地轴啦吼，地碟是带这个有摊出是迄个角度是23.5度，这23.5度的摊出吼，就是会生做一个叫做北回归线。夏至时阵就是日头会直直这北回归线，冬季迄天就会照着北半球的冬季哦，这个日头会照位这个南回归线哦，就是安尼，哦，就是因为安尼吼，这北回23.5度到南回23.5度的这中间，就是日头的这直射范围。剩的拢是无直射的，拢是斜射，斜射就是斜射，斜射甲直射。哦，这对流吼，嘛，咱今仔日嘛是帮介绍一下对流，咱大家拢知影讲吼，冷空气的热停，哦，现在热停，因为冷空气的伊的迄个密度，伊的密度较悬，哦，质量嘛较悬，哦，伊就会热停。啊，小气颠倒是迄个密度甲质量拢较细，也会较轻会浮起来，会欠悬。毋则讲冷气倒在顶面，这小气，这是迄个航路，这敢是航，就是迄个航。阮当时讲航路嘿啦。哦，航路，你讲航路，这航路拢到伫迄个涂骹啦，哦。照讲吼。因为安尼冷空气哦，会带即个极地即个哦，会生做一个高气压，北极甲南极都有哦。赤道就是有因为较烧热哦，就会出一个即个低气压哦，伊气压较低。要毋过吼，是安怎吼？毋是生做安尼，照讲是安尼，要毋过实际上毋是安尼。照讲会生做安尼才对。是安怎？毋是安尼直直来直直去？是安怎叫颠倒佫出三日啊？即啥物极地东风大啦、西风大，佫有啥物东北信风大？即是安怎安尼吼？这主要是因为地球会自转的时阵，伊会出现一种力，会号做地球转弯力。华语讲科氏力啦吼，地球转弯力吼，会互北半球伊的迄个风吼。实际上伊会偏为正边去，若南半球伊会迄个偏为倒边去。这会造成啥物款的代志呢？就是讲，迄个纬度较悬的所在，哦，若是要吹位，迄个纬度较低的所在，伊是吹北风吼，若偏为正边去，就变做啥？偏做东风去。哦，安尼知影吼？这东边吼，这偏做东风，偏做东风了后吼，因为因为这个气流哦，伊的迄个，伊这个是低气压吼，伊这个拢是低气压，这个低气压吼是气味的，对流圈的迄个管顶吼，到对流圈的管顶，伊会个定心来迄个分散去。一日会落定到东风大，哦，一日佫会到西风大即只，
西风大这件吼，嘛是因为迄个地球转弯来的关系。你有看这个副热带高气压有无？这副热带高气压吼，就是照讲是爱就是爱安尼啊，对了哦。照讲这个高气压吼是高气压，咱知影讲风拢是高气压流去低气压迄个，照讲爱安尼。有无？有看到这条线无？照讲爱安尼啦。哦。啊，要毋过因为北半球拢偏正边，偏正边会变做安尼。安尼知影吼？这就是地球转弯力，这就是地球转弯力。毋才会造成讲吼，是安怎即日有副热带高气压的即日，副热带高气压吼，真趣味，就是讲这会影响到风台的定律，就是安尼来啦。哦，过来就是咱来看即个洋流的部分，洋流的部分真趣味吼。这吼基本上嘛是参即个头拄则咱所讲的行星风系有关系。即个行星风系，即日你来看啊，即因为有副热带高气压的即个影响，即日基本上拢无啥物洋流，主要是有受到即西风大甲东北信风大的关系。有看到无？即有西风大的所在，伊即个风，伊即个海嘛是安尼，直为西边安尼去。啊，这嘛是共款有东北信风大的关系。伊即因为是吹东风，伊嘛在吹东风。伊即个洋流嘛是会在行为东，行为东边，行为西边。这就是安尼。啊，咱台湾第一即个啦吼，伊拄着即个陆地的时阵，伊会行为北边。即个行为北边的即个洋流，咱号做协调。OK。迄条是较烧热的迄个洋流，啊，过来就是伊即日吼有一个真重要的物件，即必落凉流，咱等下吼来讲着即个物件，即个凉流真是足特别的。即个咱正常吼来讲，咱台湾吼即日迄个空气是因为是即日迄个海水是较烧热的，现在较烧热。因为日头拢照咱即日啊，即日风，就是即日迄个本来较烧热海水，拢是会为即个赤道的安尼为东边到安尼流去西边去。咱台湾即个烧热的，迄个海水拢倒过即日。啊，颠倒是即个东花拢是较寒冷的，因为即日拢有凉流，咱大家拢知影讲伊迄日吼，拢较袂有啥物雨啦。而且即日较冷，而且伊即日是安怎会较冷？就是讲，烧热的讲海水拢是传过来过即日，即日拢纯冷水。照讲是安尼。啊，这中间这号做车温站，这车温站就是讲吼，一般就是这个烧热的，但是车温站关键拢是烧热的。啊，下骹拢是较冷的。你会用安尼理解？先安尼理解就好。这车温站照讲是安尼的。过来就是咱来看台湾甲南美，即两日吼。美国面讲，可能还注意起来时间哦，可差不多对2-3分钟。好。这因为台湾即日是较烧热，伊即日是有低气压。伊低气压是迄个气流清悬，啊，到正常年时阵，为这东南，这对流站的迄个管顶安尼分散到这个，就是分散到两边去。其中一条会流去南美洲，即日的路程就是有即日就是高气压，就是安尼来啦。即因迄日就是较无啥物雨，啊，阮即日就是较够雨。啊，反省英年吼，就是头拄则即正常年的状况，佫较强的，就是阮即只本来就有咧落雨，啊，落较粗。啊，若南美洲伊即只就是较就是较无法年啊，较无法年啊，较就是伊本来就较干燥，因迄只气候佫较干燥，而且即个车温站愈来愈惊有无？愈来愈惊。性英年就颠倒变啊！性英年就是本来较烧热的海水拢稍微北东边去，
所以当兵去咱台湾吼，对变啊较大色哦。伊嘛因为这海水较大，嘛因为海水吼，小佬的海水拢为当兵去，造成风太开，伫咧这个当兵的所在安尼生成了后，伊就有更较侪空间哦，就是食愈侪海水，伊就愈来愈低。这是安怎适应你风太愈来愈高，就是这个原因。OK， 那即句咱个看到讲为1981年到2020年，就是咱个做一个统计，就是讲这个性英年就是2018，正常年2019，反性英2020，到即句拢是反性英，到即句拢是经过连续3年啊，这真恐怖。这毋则造成讲性英年，这就造成讲反性英年这最近拢即几年拢无风台要来。性英年，伊这个风台拢爱行为日本去。正常年较爱来咱台湾，反性英拢爱去，拢爱去倒一只菲律宾甲越南啊，对，就是有即款的现象。最近即几年风台拢行为倒，拢行为拢是行为即个东南半岛甲即个菲律宾，就是安尼来。这个参富者带高铁有正大的关系，就是讲但是反性英的时阵，伊的迄个富者带高铁伊的迄个强度就是较重，就是伊的迄个势力会处于较西边。若性英年会倒球，性英年较会去日本。若2020年就更较下，伊本来反性英的平均就是伫咧125度的即个东经125度。这样过伊若2020年就成为东经108度，愈来愈西边。这富热带高铁就砸着咱台湾啊！这风台是要安怎去？对无？这风台根本就无度来咱台湾，拢行去菲律宾甲越南就是安尼来。就是会造成安尼即款的状况。OK， 这就是共款，这就是头拄则我所讲的，就是讲，因为即个烧落的海水拢是搁较离咱台湾愈来愈远，颠倒是遮的风台就是较袂来，就是较会去伫即个菲律宾这附近生成，要搁最后说因为富热带高铁伤强，无要来咱台湾。OK， 这就是咱做一个结论，就是体质就是若是拄着这个高温的时阵，伊会碰大的时阵，伊巴肚伊会变细，质量嘛会变轻，气流嘛会清悬，气也会变降低。若当着这个冷空气，伊就收缩，巴肚会较大，质量会变重，气流会落地，气也会清悬。第二就是纬度低的所在会受到日头的直射，纬度较悬的所在，伊就会照讲就伊就会照摊带，伊就会照摊带了后对，你就会发现讲，伊这两只受到这个日头的放射量无反尔高，毋则讲纬度低的所在气温较悬，气也就较低，纬度较悬的所在气温就较低，气也就较悬。OK， 就是相对安尼，就是安尼。因为地球有转换咱伊的形成风气就三环流包，就会出现富热带高气。过来另外一个就是讲，因为有迄个肺，因为有迄个洋流的关系，大陆东化，这个毋是讲中国这是讲迄个美洲大陆、欧亚大陆的迄个东化，甲西化。这个大陆的东化气较悬，大陆西化就较冷。这就是正常的状况，才会安尼。咱台湾的迄个海面迄个照讲较热，南美洲西部会较冷。性英年就是会得倒冰。正常年就是反性，就是反性英年就是正常年的加强版。性英年就是反过来，就是得倒冰，就是变做讲咱台湾即日较无受到。迄个较大色，会较大色，风台较会发愈来愈强，伫咧东边迄只生成，颠倒是反性英年的时阵，风台会带西边生成，安尼就对啦。若咱来看这最近这40几年来，就是发现讲，
负责带高起来的西面边，迄个边界是会西边哦，风台就会行去西边去。2020搁较厉害，就是伊规个拢是要去越南菲律宾，伊拢无要来咱台湾。哦，庆英年就是会较会去日本，较会去韩国。好，多谢各位。今仔较紧张啦。OK。多谢民雄的分享。啊，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开放2个问题，互大家来问民雄关于伊较早分享风台的部分。咁有人想要问伊问题？首先是米粉丸。米粉王你好。好，大多你讲甲我感觉真佩服你，因为你从足侪迄种足专业的物件用台语来表达，所以我感觉真佩服。啊，另外就是讲，我会记得阮兜呾开始搬来遮大时，以前几冬前啊，拢定定咧热天的时阵，迄灶骹电拢会漏水。啊，每一冬拢足头，拢足感觉即个问题足困扰啊！即几冬拢无，所以应该就是因为你讲的迄种风台最近愈来愈少安尼，所以你安尼讲时，我就有感觉。啊，毋过呢，因为大多你讲的物件呢，非常的专业。啊，虽然讲你有整理几点安尼，啊，毋过你得讲咱若要从你若，比如讲你若要家一个做事人，伊肯定无机会读遐济册，要用上较简单的话甲伊解说讲。为什么咱台湾即几年风台愈来愈少？你会安怎讲？我会安怎讲？我简单的话，我就讲吼，即个高铁也伤强啊，即伤强啊。对，我就会讲，因做风台拢要去，拢爱去日本，拢无要来咱台湾，拢爱去菲律宾甲越南。对啦，因为负责高铁也伤强啊，风台吼。就是，即个负责在高铁安尼炸咧，咱台湾即个炸咧，咱台湾拢好天啦，啦，你拢好天，即个就是风台拢无变来咱台湾，我就安尼直接安尼甲讲，心强啊，对啦。好，多谢你。对啦。好，你出来讲有其他人想要问问题？这是啥物人？敏感，请讲。嗨，大家好，我是想要问讲，拄讲即个圣医、反圣医甲即个正常医嘛，即个未来敢会所谓正常医变做是？我知你要讲未来，我特别准备未来啥看。我着聊小下到讲今仔日会有人问即题吼，我会甲你讲，你若看这几条条线有无？我先甲大家解释讲这是啥物。你若看这倒边，这个是这泌尿3点4，这是啥物意思吼？这就是性应激素。性应激素若是伫咧负0.5以下的，若连续5摆拢是就是负0.5的，这就叫做反性应。啊，若是正0.5的，连续5摆拢是就是啥物叫做连续5摆？就是你看这一点有无？这连续5摆，若是拢伫咧迄个0.5以上的，正0.5以上就是性应。即句咱台湾是伫咧即个，这是即句的状况哦，负0.82，对嘛？这就是反性应，即句搁咧做。你若看这下啊，这下啊是啥？这下啊就是即只有写吼，这是这是723，这是234，这是345、456、567，这是678、789，这是啥物？这是3个月平均，3个月甲做一下平均。我头拄则讲的数字都是月份。这月份3个月来甲做平均，咱就会得到一个点。这个点吼，若是就是连续5摆拢是伫咧这个正0.5以上的，就是性应。若负0.5以下，迄就是反性应。你若看即句吼，真乐观哦。大家拢要讲这吼，这几啊条线就是代表无共机构、无共气象机关的伊个所做电脑模式的预测。因
因算讲吼，若像伫咧这2、3、4月了后吼，伊就会豆豆开始这性应指数就会开始开始欠悬，开始欠悬就代表啥？有可能就是会正对正常的，就是会愈豆豆会愈来愈正常。OK。这条算是较极端啦，这信心可能无较信心程度可能较无反过，上主要是真侪机构、真侪机关拢是要讲，有可能就是正常，若无就是较弱的性应，就是安尼啦，就是反性应的会结束，可能到时风台会较侪，就是比咱这过去这最近3年啦，佫较。侪风台较高风台的来咱台湾安尼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无？所以意思是今年有可能会有风台意思嘛？为这点对，风台会来啊，总算会来啊，对啊，几率真大就对啊。啊，啥物？对，机会真大，对。好，了解。对，无错，迄是现金面报。无就会告诉你现金遐嘛会来，现金了了。歹势，我要问的是，其实这种现象是会当预测的，对无？就是电脑预测，会当预测讲未来这一年的这个状况安尼。这是气候模式哦。嘿，我所讲的是性应。反性应的气候模式哦，这毋是一定讲风台。对，我知。对，几号会来？这我无安尼讲哦，这是算讲较有机会，就是咱即只的迄个迄个海水会较烧落哦，风台较有可能会因为负一带过去哦，有流较倒球较有机会来咱台湾。我的这个意思是安尼。你有搁问啥物问题？了解。我是要问讲，就是搁想要问就是讲，所有的这种性应甲反性应以后，敢会是变做是所有的正常？就是讲，因为即摆咱有一个所谓的正常年甲性应年甲反性应的即个，你是讲迄定义的问题？就是因为。对，因为咱即摆讲正常年嘛，因为伊就接出现的，毋过未来这敢若准讲即种正常年已经，应该是讲敢有可能会变做是愈来愈少年出现。有可能哦，即句话气候变迁像是安尼哦。所以伊可能就是会两边的极端去行，是无？对，若无就是性应伤强，若无就是反性应伤强，就是正常年出现的机会有可能比较较少。这有可能哦，而且嘛有可能是安怎？嘛有可能是性应年做到本来是一年以来就应该结束啊，结果煞3-4年才结束，甚至4-5年，这嘛是有可能，就是做啊伤久啊。对啦，这若是安尼吼，科学界有可能会针对这套标准、这款的定义来做调整。有可能，要搁即个还未了解到啥？对，未来有机会啦。我先安尼甲你讲。好，安尼就先感谢林峰今日的分享。等下哦，等下有人甲我问讲，迄个好腾迄本台去动力好要翻做题目，还是做重点的整理？我告诉恁才看卖好，因为我迄本还搁爱另外搁少，即本无即句无伫我的手头。我先甲你讲，要搁有可能是为着因为科普是为着要照顾咱遮的迄个一般听无即个大气科学较专业的名词的人，有可能我会用较白话的方式来做一下重点的整理，毋是甲规本翻做题目啦。安尼吹倒啥物的翻做话人听咯。就是我是为着科普来做重点整理。我先甲迄个老会民迄个
来甲做一下解说。好，多谢，拍摄，讲义，好，所以多谢民康今日的分享。